走进客庄，客家人、客家情堆叠出许多令人难忘的感动时刻。今年11节的感动时刻，我们要再开启认识客家的新篇章。尤其是在时下最流行的小旅行，让客家更加的动人。第一集我们要到屏东内埔，最传统的蓝山变身枫林，艳丽的花布成了娇俏苹果，玩出触动人心的新创意。我做蓝山有13年。大家都说要做创意，可是你没有基础的传统的服饰的话，要怎么去做创意？做了之后，蛮有使命感的，就是要继续传承它。这么努力传承，因为客庄媳妇吕娇莲担心蓝山失传，所以一头栽进了蓝山世界。这个是客家小丽莲，然后这个5个布扣有出一个叫做我们客家叫做出头天。蓝山耐磨又耐脏，象征客家勤俭质朴。在吕娇莲的巧手之下，蓝山也能够玩创意。也还太轻的衣裳哦，这个也是。也那黑。哦，那这个呢？也还太轻衫。这背面也有。哦，阿婆穿的蓝山的感觉。对，这个是手机袋。手机袋卡哇伊到不行，民众背在身上啪啪照，变成了活广告。这很可爱耶，这背出去应该很多人问吧？看到了没？芭比也穿上了客家蓝衫，很有味道哦。有客家风。对啊，大家都会讲说这个洋妞在穿这个客家服饰。制作小蓝衫也是他的专长，不管大或小，通通精致的不得了。花布在他手上1个小时之后也会变身，变成代表平安的花布苹果。苹果树，这苹果树其实它是一棵罗汉松，是因为不小心被我咬死了。缝这很花时间啊，因为这个要把整个苹果的形状给它塑造出来，就是用5片，然后给它组合起来。吕娇莲受创意，让蓝山与众不同。这个是蓝山枫林，我的陶艺品。蓝山其实可以做很多东西。沉静的蓝山，奔放的红布，在小店里激荡。13个寒暑风帆日照，灿烂了客家底蕴。出头的祝福，有最深的感动时刻。